啊，我经常，我
太平清歌、麻豆巷口甲、庆安宫。演奏太平清歌。集英社，集合的集英，精英的英，集英社演奏太平清歌。都得大奖，很快乐。好多人都得大奖。好多志工力量很大。欢喜欢喜，高兴高兴。社会上办活动，大厂也是有办活动，还有民间的农历12月16号做尾牙后牙，种田的种菜也要拜土地公啊。舞蹈团啊，还有太极拳的表演啊。很满意，真的是。志工很优秀，能够站着吃的，牺牲奉献的精神，优秀。